昨地动了后，台北的南机场国体部分经过三大技术工会判断，随时有危险，已经先搭红单，甲住户拢迁去大旅社。今透早有住户倒来看物件，希望讲政府会当赶紧来推动途径。看大包细包，这个住户姓周的负责人，昨天倒来厝里摕查某囝的枕头，还有鞋仔。伊讲经过车衫的地动，旧公寓的楼梯拢已经凸起，住伫内底是真袂安心。因为这个地动了后，希望会当更较顺利来推动途径。因为借一个转机来做改变，所以何尝不是说，这是因为这件事情势必大家不要再拖拖拉拉，因为人命最重要。这摆厝伫中正区中清里的巷仔内，南机场的厝头一批是伫1964年启用，这个厝差不多60年啊。今日去汉药房，会当看到条的钢筋已经看现，嘛有闭起。天棚的砖角嘛落伫柏油烟机顶悬。透早台北市建筑施工会人员来勘查，讲确实有危险。这算有结构问题吗？哦，这里有，就这里啊，就这样。可以说是严重的吗？就已经贴红单啦。厝的外口已经打危险建筑物红色的标志。未来这厝要安怎处理？当地里长讲，后礼拜二会办途径的说明会，初步掌握2楼以上的住户大部分拢希望赶紧途径。听起来1楼的意愿比较低吗？对，因为南机场真的生意很好。现在伫1楼的中药房讲，其实无反对途径，不过希望好好讨论。你有意见，我也有意见，大家出来参考，综合一下，大家退后一步，就比较好处理啦。早起11点，三大结构技术工会搁一届来到这。台北市长周万安已经讲，这个旧公寓确实有危险，营造公司嘛来这做补强的工程。目前10栋厝48户，已经甲61个人撤离，其中30个人去亲戚朋友遐住，31个人安置伫旅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